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中油宣布讲，伫非洲乌着石油路12月会甲头一批原油对非洲运送转来到台湾。台湾东洋代理着武汉肺炎疫苗无成功，引起内线交易的质疑。董事长林全表示，欢迎大家来查，绝对无违法。今年台铁的铁路断过断2摆，今仔日也公布处罚平单，却敢若记过1摆尔。新闻一开始，甲观众朋友通报一个好消息，就是中油伫非洲挖到石油路。中油表示讲，12月会甲头一批原油运送转来到台湾，也强调讲台湾唔免烦恼无油通好用。中油95年开始伫咧查地探勘，总算传出好消息。经济部国营会证实，中油已经伫咧查地油仓挖到石油，12月初会甲对当地开发油井开采第一批油运到转来。中油表示，虽然成本真悬，毋过伫咧查地有重大进步，是中油海外开发的一个路站比，算是台湾有能力甲油运到转来。我们去经过将近15年的努力获得的成果，它的油呢，我们可以运回来为我们自己所用，这是我们的一个到海外探勘的一个公司的原始的发想。中油表示，因为查地是非洲内陆国家，要伫当地开采石油，需要真济前置作业甲基础建设。这个开采油田伫咧查地南部，需要经过隔壁国科迈隆才会当到港口。台湾伫咧前置作业顶悬是用真济拍拼，嘛因为过去捌甲查地有邦交，才会当争取到油田的经营人。这嘛是中油头一届以经营人的身份伫咧海外探勘。要到出海口还有1000多公里，所以它要布建一些基础设施，很花时间，所以一直到今年年初，它才开始正式的生产。经济部国营会表示，这是台湾头一摆伫咧海外开采到石油，中油甲油运到转来。上顶讲，若是目前供油商无提供油，中油嘛有能力会当运油转来。目前伫咧查地控区，中油35派经营权以经营人的身份，会当主导25年的生产期，到期会当搁延25年。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健康。国内又搁发生好亲像是注流感疫苗了后所出现病症的问题。有一位28岁小姐生产过后注流感疫苗，所发生急性心肌炎，引起规身躯器官的衰竭，目前正在等待换心脏。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家属已经申请预防社受害救济，目前也正在调查伊的病情。另外，伫国内在今仔日增加5件确诊病例，全部拢是对印尼来查某移工。国内新冠肺炎搁新增加5例境外移入的病例，第580例到590例拢是印尼籍来台湾做工课20岁至30多岁女性移工。5月按10月底坐飞机来台湾，入境了后去集中检疫所来检疫，11月初早检疫期满进行采检，后来才确诊。特别注意的是，第590例伫咧检疫期间捌出现小可发烧的症状，毋过家己食药啊，并无向检疫人员来通报，一直到采检阳性才承认公布老实，其他4个人是无症状。针对这件代志，疫情指挥中心会请卫生局调查了后依法处罚。居家检疫期间没有诚实申报这个发烧症状所会依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第58条，就是裁罚10到100万。另外，个传出像有注流感疫苗不良反应的通报，有一个28岁妇人人9月初生产，产后1个月伫医师的建议之下来注流感疫苗，想不到几啊天了后，得到并不性的心肌炎，引起多中器官衰竭，当地病医等待换心。家属怀疑讲甲注疫苗有关系。针对这件代志，有医师认为讲心肌炎大部分甲病毒感染有关系。会不会是因为就是刚好感冒，然后感染到流感病毒，刚好又有施打这个流感疫苗，造成的这个持续性是刚好连接起来，所以造成所谓的流感心肌炎，可能是跟流感疫苗有关，这个还是一个疑问。指挥中心强调讲，个案家属已经申报预防注射受害救济，地方卫生局嘛协助调病例，病医嘛接受检验，这部分的交予独立的预防注射受害救济审议委员会来进行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进前，台湾东洋本地要代理武汉肺炎疫苗，后来却无成功，就有人伫咧质疑讲，这敢是内线交易呢？今日下晡，董事长林全就亲身出面来背会，甚至欢迎大家来调查。金管会表示讲，目前正在调查，若有结果就会量查公布。我个人绝对不会做类型交易，欢迎来查。
台湾当由10月12才宣布摕到 BNT 疫苗在台代理有条件授权书，啊，毋过无到1个月。台湾当由伫咧11月初3宣布甲 BNT 的代理结束，引起外界质疑涉嫌内线交易的声音。当署长林全12下晡传令一级主管亲身出面，表示各界质疑讲无摕到直接授权，甲用内线交易插股，这个讲法拢毋是事实。在我个人来看，最可疑的就是我们宣布发布重讯那一天。 交易量虽然是2000多张，看起来不大，但是因为跟以前比，大了非常多。公司除了少数几个干部知道之外，外面人知道也不少。但是我们有调查权呐，所以这个事情呢，只有请贵买跟检方去调查。 林全表示，11月初3发布停止代理 BNT 疫苗，主要是因为洽谈的过程当中，计数甲数量的侦查无法度来进行，而且甲 BNT 之间的有条件授权，前提是要有一定的量，而且要摕到独家授权，必须要先付签约金以付汇款。但是因为政府无答应，也是书面保证，无法度承担遐尼大的风险，是规个过程当中无法度进行落去的主要原因。而且强调讲，当又是正派经营的公司，绝对袂来冒出这种欺骗国民的代志。 来看这段期间，当油的股价到9月底收盘计数66.5块，冲到10月12的69.5块。发布代理疫苗动态信息了后，10月13的收盘价是冲到76.4块，10/15收盘阁冲到84块。11月初3宣布代理结束，初时股价就跳空落停，12的收盘计数就已经到70.6块。在上个礼拜，那柜买中心就已经启动，开始进行相关的查核，包括 东洋公司重大讯息的发布是否符合相关法的规定，以及它相关期间那个交易面有没有异常？金管会强调讲，平常时对上市贵公司拢有一定的监理机制，目前正在积极查核当中，而且柜买中心赶紧公布查核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 为着要加速国内的武汉肺炎疫苗研发，指挥中心伫10月公布疫苗临床试验登记平台，希望伫11月底会当收到2万名的试验者。想袂到，伫1天以内就有1万人去登记。卫福部长陈时中也讲，愿意参与试验。 才打开放一天，新冠肺炎疫苗的临床试验意向登记平台就已经超过1万人来登记。主管要来做新冠肺炎的疫苗受试者，卫福部长陈时中嘛讲，有意愿要带头来带大家参加。我也很乐意。那不过这里面我请法规稍微好了解一下，因为我毕竟我是人体试验计划的一个主管单位，好，那是里面有牵涉到一些限制性的规定。 为了加速国内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发，政府相关机关建立受试者的登记平台，希望在11月底进前会当招到2万人。我们是在12月底开始进行这次的2期临床试验，那么预计在3个月之内收足这个受试者。 目前国内研发新冠肺炎疫苗的国光、高端甲联亚拢进入第1期的临床试验，上今年底进入第2期，是后续嘛定出紧急授权的条件。 甲第2期临床试验的实验人数，都过去100人增加到3000人，佮加上500名的对照组，要来进行追踪。第2期只要做到实验组加上对照组3500个以上，我们看它的安全性跟有效性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会用紧急核准授权的方式先让它上市。 伫咧新药还是疫苗就治进前，要进行严格临床试验。第1期确认新药无重大安全问题，查清楚敢是当达到无票器官还是组织。第2期要了解治疗的有效性，第3期要确认安全性、有效性，佮要了解副作用佮有效注射的剂量等等。如果说他正好在受试前有呼吸道症状，这个一定会被排除。如果说我们的身体状况是处在免疫力比较低的情况之下，让他们的免疫机转不是那么好，产生的抗体数不足，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统计。是后数指出，新冠肺炎疫苗的临床受试者以20岁以上为主，而且嘛提起登记参加，无代表讲一定会加做受试者。除了民众有参加的决定权以外，其他像讲有心的人、慢性病患者、有咧做化疗等等的民众，拢无适合参加。记者综合报道。WHA 伫今仔日进入到第3天的议程，前2天友邦有替台湾替咱讲话，甚至放影片的时阵，各方切断。伫第3天对台湾的阻碍依然是无停止。就有网友发现讲 ，WHO 伫咧直播的时阵，若准拍台湾的这几个英文字母出去的时阵，拢会去用封锁起来。网友也随想办法，就是想要甲台湾的声音传出去。面对着这款的欺压，外交部也讲会向 WHO 提出抗议。
WHA 世界卫生大会复会进入第3天，台湾即摆除了无受邀参与，网友更加发现 WHO 并且的直播影片想要留言，咱国的英文标语台湾更好却无法度发表，只要有台湾的字拢袂当送出，引起网友的不满，纷纷发挥创意，以南流符号也是中文来留言停台。外交部表示会提出抗议。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的这种做法感到非常的不满和遗憾。那我们也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我们的抗议。实际措施 WHO 直播影片结束，才会当正常留下台湾相关文字。只是 WHO 对台湾相关的言论审查唔安尼。即摆咱国几下友邦伫大会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加入，包括碧流甲斯瓦蒂尼，毋是有录影片被切断，就是被拍断发言。议程第3天，友邦海地发言最后感谢台湾提供防疫协助，呼吁和台湾加入 WHO 活动，也被主席提起唔通脱离议题。我们感谢帮助我们的国家，也包括台湾。我们和世界其他国家一起呢，要请求台湾能够积极的参加世卫组织的技术活动。台湾呢有2400万人口，它也是呢我们的一个部分。好的，谢谢。好，我要提醒海地和其他的国家，发言的时候呢一定要切题。世卫大会即摆采用视讯会议，不过因为各国位置无同时区，网络技术设备落差也真明显，真侪国家无法度连线，也是声音中断。会议过程出现真侪干扰，不过3天会议中已经有美日、尼加拉瓜、帛琉等13个国家甲友邦发言挺台湾，要求和台湾积极参加世卫活动。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继续来关心美国总统大选的消息。虽然美国总统川无承认选输不过当选的拜登却一直伫咧规划幕僚。这回拜登指派英国嚟做副总统身躯边的幕僚长来做白宫的幕僚长，而且拜登也甲日本、韩国、澳洲的领袖通电话，希望加强之间的关系。11月11日是美国的天俄军人纪念日，总统当选人拜登协同加奥吉尔前往宾州会城的罕战参战军人纪念碑献花致敬。迄天其他的时间，拜登全部用伫甲伊的交接小组进行关门会议。拜登宣布胜选以来第一项人事任命案，指派为1980年代起辅助伊国党的亲密幕僚郭连温出任白宫幕僚长的职务。2000年到2011年，郭连温是拜登的副总统幕僚长。2014年伊波拉病毒爆发时，伊是奥巴马政府专权处理伊波拉事务的白宫官员。即嘛是关注新冠疫情的应对工作，处理疫情正是拜登入驻白宫的第一要务。拜登答应将筹组一个上多元的内阁。伊党内竞争对手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已经对媒体承认有意接入劳工部长的职位。马州参议员华伦是县长的竞选。德拉瓦州参议员克里斯康斯是国务卿的竞选。伫外交方面，拜登继续甲联邦领袖通电话工作。日本、南韩、澳大利亚随后拢对外说明双方讲话内容。日米同盟の強化、また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の平和と安定に向けて協力をしていくことを楽しみにしていく旨の発言がありました。 바이든 당선인은 한국이 인도 태평양 지역의 안보와 번영에 있어 핵심 축이라고 하면서 한국에 대한 방위 공약을 확고히 유지하고 북핵 문제 해결을 위해 긴밀히 협력해 나가겠다고 했습니다. 澳边外交部长普雷尔在伫布鲁塞尔澳洲会议代表27个成员国，向拜登甲贺锦丽的胜选表达祝福。祝愿美国的总统政权交接之路被经过波折，并且希望美澳未来的关系会比川普时代较好。另外一方面，因为奥巴马政府时期对英国脱欧持反对立场，脱欧派的英国首相强生甲拜登的关系，自然变成媒体关注的焦点。英国金融时报在伊发自华府的报道指出，过去8月强生是川普分析的拜登，选后甲强生通电话时阵警告强生，唔通互脱欧迫害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种种现象显示选后的美英特殊关系将变得较复杂。记者综合报道。讲到11月11日，伫欧美国家是用来纪念因为战争死亡的军人的日子。这媒体认定讲，已经连任失败的美国总统川普选举了后，头一个公开行程，就是去到国家的公墓，向战争死亡的美军献花致意。
现场除了清制化军方人员以外，美国总统川普是唯一行军礼文官。甲川普斗阵参加仪式的，除了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也有副总统潘斯昂某、天空军人事务部长威尔奇等人。11月11是第一摆世界大战的停战纪念日，大部分欧洲国家叫做停战日，但英国协是叫做国殞日。川普等人伫现场并无发表任何讲话，仪式结束马上离开。不过，各方关注的议员是大选了后，各地真侪投开票的证据。被看作是关键选区之一的乔治亚州，目前数字显示，民主党提名拜登领先差不多是14000多票。With the margin being so close, it will require a full by-hand recount in each county. My office will continue to investigate each and every instance of illegal voting, double voting, felon voting, people voting out of state. If you report it, we will investigate it. Every legal vote will count. 川普阵营律师团除了计划乔治亚州出现大量投予川普的票被算成投予拜登，也伫密西根州甲宾州提起诉讼。除了选票误算，共和党监票人员被选票人员挡伫外口，也有好亲像是假选票，选举人资格无符合。宾州大量用假选票是毋是过期等等。主流媒体目前依然依照拜登得到290张选举人票，认定这摆总统大选结果。不过，川普阵营主张媒体判断拜登得胜的密西根、亚利桑那、威斯康星甲宾州，也有目前拜登小可领先的乔治亚，拢有选举作弊嫌疑。这州加起来的选举人票有73张。记者综合报道。对台湾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台铁的铁基路断轨案件，交通部伫今仔日提出上新的处罚名单。台铁的局长张正元记过一摆，拢总有各级的长官，也拢总有8人，不过是敢若记过一摆尔。另外，迄位发现事故人员虽然有功劳，不过通报过程有重大，台铁也认为讲将功补罪，无被处罚。今年5月19成功站发生断轨了后，10月28伫台南的永康也发生断轨的意外。交通部长林佳龙认为讲，铁基路的保养作业是对顶头烂甲尾的系统性问题，也请铁基路局铁路局来检讨，也要配合着运安会调查。讲到国内一个翠暗实行双供应了后，也阁有翠暗国家队出问题咯。伫彰化有一间号做是健康天使公司，无经过政府的同意，就偷规8条的生产线，制造违法的翠暗，数量有1400多万块，所赚到乌心钱也未到1000万。翠暗工厂生产线全面停工，检调人员进入厂房稽查，因为翠暗国家队健康天使公司互人检举，无出示许可证2号的二厂生产线，私自生产医疗翠暗。有，这里本来有 MD 啊，我看到了，私人机器不能用双钢。检方表示，健康天使翠暗一厂的产线有医疗器材许可证，会当合法制造医疗翠暗来卖。不过，扩建的二厂还未出示许可证，却已经开始制造生产。自9月到今，生产数量达到1033万片，再加上现场查获381万外片，总计违法生产1400多万片。因为核准地点是在1厂的部分可以生产，那2厂的部分是未经核准的产线，所以从这个双印模的这个制造的日表清算出来，交给国家队的口罩是400多万片。检方指出，业者违法产线生产的翠暗，其中有421万片交予政府做欠名在翠暗，业者出面回收的诚真错误，表示国外疫情严重，订单挂不付，才会伫二厂产线还未出示许可证的情形之下，就香港上线。那在9月底我们就生产，因为真的是等不及。那这个部分是我们的错，我们也严正的道歉。有 MD 钢印的都在2厂的生产，所以在2厂9月底以后生产的完全没有疑虑，就是退换货。业者强调，二厂产线已经停工，若果民众对翠暗有疑虑，也会配合民众退换货。检方表示，业者违法生产的翠暗，一个多月来获利至少1000万。专案以违反药事法侦办中，负责人泄露查甫人目前以80万交保。记者综合报道。
有真侪人都会利用手机通好来坐操作真侪物件，甚至汇款拢靠手机App 就来处理。不过，近了民众发现讲，以银行口座去互转出去26万，警方也怀疑讲受害者的家属、受害者的手机去互入侵摕到相关资料，才会瞒骗过受害者。手机登录行动版网络银行，省去走银行的麻烦。不过，台中一位工小姐使用网络银行却无查销习惯，最近想要确定一笔钱敢有入去，不过一查才发现被盗领26万。转出的话，就是第一笔就是2万块，然后再来是10月30号被转出了3万1，当下我完全都没有收到任何通知。已经提供相关证据、一些账户资料供警方侦办，警方目前正全力追查中。江小姐赶紧报案，表示家己是用面也是指纹辨识登入网络银行，以往入销网银拢会信息通知，不过这摆却点做做，才发现网银被盗领。警方推测，女子有看中国影音平台习惯，可能被害日处理消耗密码。要确认说，他是不是到底是在哪一个部分，他的账密被人家拿走了，才会产生这样子被倒转。金管会银行局指出，除了厘清过程敢是有效合防偷用，也会要求银行加强安全机制。山西专家表示，各间网络银行登录方式无同，被害人有可能在还未定罪情况之下，互有心人偷领。指令密码去执行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个动作，可是指纹、脸部有时候你扫的时候，它就登录进去了，你可能不晓得登录进去状态下又忘记登出。这个账户就有存在非常大的风险。山西专家建议，除了卖点伫不明连接手机网银，也爱定换密码，避免购置外流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大巨蛋伫今年8月复工，市长郭文定想要伫伊内面甲大巨蛋完工，不过完成不满台北市都心会的决议，认为讲商场电影院的商场面积浓缩小去就安尼要求市政府就要赔偿2亿外。市长郭文定表示讲，毋是婉雄想要安怎做就安怎做的，相关问题爱伫协调委员会来做讨论。大巨蛋天港5年，今年8月复工。台北市长郭文定搁拼要伫前期来完工，毋过市府甲远雄的零营运权利金前期无解决，搁传出远雄不满去年台北市都省委员会决议，商场栋、影城栋甲地面空间替503.09平方公尺，已经向市府求偿2.19亿。市关批评郭市府伫远雄眼中就是软者，这份软土深骨。浪费了5年的时间，白走了一招，公安部分让步，现在远雄还找得到理由，他没有办法这个按时完工，还找到理由让台北市政府还要再赔钱给他，我觉得这真的太好笑了。远雄证实，因为时间环境变更，市府要求原本的计划书内容已经无符合现状，台北市府规划将赔偿金换回 BOT 经营时间，予远雄增加35天营运期。远雄表示爱国协商，只要是跟这个土地执行计划书不符的地方，不管是面积或者是在有变更，可能本来就是双方都可以主张自己的权益啦。它是用一分期的方式，我记得是用现金的方式嘛。远雄如果要来进行这个球场的话，其实是要进到协商委员会里面来做协调。郭文定表示，毋是远雄想要安怎就安怎，相关问题爱伫协调委员会讨论。台北市府强调，提空间受公安考虑，拢是依法要求，会搁甲远雄协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香港有4位民主派议员去获中国人大撤销议员的资格，下晡着其他民主派议员出现伫立法会，交出辞职单表达抗议。美国白宫的国安顾问也批评讲，一国两制是中国伫香港实行独裁一种借口。咱的立委会也批评讲，中国杀害香港的言论自由，中国就是一国两制，就是亲像一只满羊仔皮野狼，真讲的全部拢是白贼话。香港民主党派议员林道定12早起伫立法会大楼3楼的栏杆挂大型的白布条，写讲林地赴港用民抗议林地越国滥使用职权，违反香港基本法甲一国两制原则。不满中国人大常委会伫11指控反民主派议员宣传港独，宣布撤销4个反民主派议员的资格。你要 DQ 個民選議員，根據基本法係有一定嘅程序，唔係你行政機關話 DQ 就 DQ 嘅極其荒謬嘅做法，表示最強烈嘅抗議。
其他15个民主派议员嘛宣布做会总时，下晡2点小连续有反民主派议员出现伫咧立法会来提交辞职批，毋过每一个人辞职的生效日无同，其中7个反民主派议员定伫咧12月初1辞职生效，若是去互撤销的议员，敢是永远无法度登去议会。香港基本法副主任汤惠珠表示，因会当提出司法复核的权利，毋过袂当登去议会，可能性是真悬。真侪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下晡时召开記者會，表示支持人大常委會決定。因為我哋現有嘅法律裏邊冇一條係可以 DQ 一個現任嘅情況，你係冇一個司法管轄權咧去司法覆核一個人大決定嘅。各大辦法嘅人朱鴻連是強調講，全國人大常委會是根據憲法、香港基本法嘅規定做出這個決定，堅持完善一國兩制體系。針對這個代誌，美國白宮國安顧問歐布萊爾嘛發聲明聲援香港反民主派議員，批評一國兩制是中共佇咧香港擴張一黨獨裁嘅手段。美國繼續動用任何權力制裁消滅香港自由嘅人。北京一再扼殺香港的言論自由，脅迫香港立法會成為一言堂，再印證其一國兩制的真面目，就是褪去羊皮的惡狼，並顯示中共的承諾本質就是謊言。陸委會是批評中共北京包寫香港言論自由，中共對付香港嘅咧，甲世間嘅人講，甲中國參詳，敢奈互因兩頭침骨，無法度換來和平穩定。記者綜合報道。繼續來關心國際疫情，美國又過增加143000人確診，打破一日增加紀錄，到今已經有24萬人染病死亡啊！另外，英國嘅部分是變做歐洲頭一個死亡人數有破5萬人嘅國家，在西班牙到今也是4萬人。因為衛生部長宣布講，對高風險地區轉來人，攏愛有檢驗證明。國際疫情加倍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統計全球有超過5200萬例，118萬外人過身。美國依然是世界第一大疫區，11一天就增加將近143000例確診，不止個創單日新高，也是連續第9天單日確診超過10萬例。疫情爆發至今已經奪走美國超過24萬人性命。CNN 引用冠狀病毒疾病對總計劃資料顯示，美國染疫單日人數也第10月創新高，有65000外人，排名第2是前一天70嘅61000外人。雖然喺英格蘭地區封城4禮拜，英國全國過身嘅人數依然第11，超過5萬人，是歐洲第一個，也是全球第5個超過5萬人死亡嘅國家。首相強生表示，每一件死亡攏是悲劇，所以疫苗真緊有機會出現，不過依然無渡過難關。Habrá controles aleatorios de determinados países, pero a toda persona que provenga de un país de riesgo se le encontrará con métodos electrónicos que tiene la documentación requerida para entrar a nuestro país. 西班牙死亡人數11，也超過4萬人，成做歐洲第4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統計死亡率喺歐洲排名第2，排喺比利時後邊。衛生部長宣布，自3開始為高風險國家入境旅客，要檢附72小時內 PCR 檢測報告陰性證明，高風險地區定期以後邊資料為準。伊朗11新增加462人死亡，共款創單日新高。總共確診是715000多例，39000多人死亡。當局下令7日開始，大都市非必要店家暗時6點進前愛關門，為期1個月。另外，瑞典當局11宣布禁止酒吧、餐廳及夜店暗時10點以後繼續提供酒類飲料，因應最近一直創新高的病例數。匈牙利政府也祭出目前為止上嚴嘅防疫措施，店家要喺暗時7點停止營業，餐廳今年做外送服務，高中大廈轉為視線上課、家庭聚會10人上限，暗時8點到透早5點宵禁。波斯尼亞共款也喺暗時11點到透早5點宵禁，只有特殊溫存證件人才能喺這時間出門。記者綜合報道。講到風台免可侵襲到菲律賓，受到馬尼拉也變做是江洋大海。受到風台吞噬菲律賓已經造成1個人死亡，3個人失蹤。另外，在墨西哥灣的熱帶風暴伊塔，在當地時間初時透早登陸美國佛州，目前已經有13個軍進入到緊急狀態。穿救生衫伫咧中起來河當中大大鎖叮當，對水位一直變高，其他的居民是坐船仔，想要來搶救風掉伫咧厝尾頂的囡仔。反高風台造成大水後，今仔日登陸菲律賓盧松島，首都馬尼拉淹大水。
Pizza na kaya lang yung current ng tubig, hindi ko na kaya eh. Malakas na pagpapunta na rito, kaya hindi na kaya。放到伊每点钟155公里的风，像是马尼拉的马里金纳市，一暝之间电力设备互吹倒，致使当地停电，甲网络服务断去。到最后嘛，互雨水涨起来，真侪所在也是浸伫水底。根据官方统计，住伫街区甲旁边的20万居民已经撤离。Aga naming inabisuhan ang mga aming nasasakupang barangay na prone sa hangin, sa mga bagyo na pwedeng masalanta ng bagyo na maagang magsilikas。放到至少造成32个庄仔头土就流。菲律宾民防处统计，目前确认北港林姓一个人因为风台无名，3个人失踪。这嘛是3礼拜以来菲律宾第3届起风台侵袭。顶一个超级风台天鹅造成27万户的厝倒去，30个人死亡。到还未开好，就阁有成千万人有路无厝。热带风暴伊泰中心还未登陆美国非洲，不过外围环流的风雨已经提早报道，非洲已经宣布13个郡进入紧急状态。伊泰威廉嘛被当放令，顶日经过中美洲，造成瓜地马拉一个庄仔头起互土石外埋，至少15个人无命，也是失去联络。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伊泰伫咧当地时间拜四透早会对非洲的西岸进行登陆。非洲政府虽然无撤离居民，不过已经下令甲国际机场关起来，随时待命有任何灾情传出来的时阵，嘛会随时调动资源来抢救。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哲今日出席行政议会，针对着美国猪肉议题，向行政院长苏贞昌提案，希望中央政府爱做到对源头管理清楚标示这2个原则。不过，行政院的发言人伫记者会表示，今年台北市牛肉面这个冠军店家所使用的牛肉，就是有3肉种的牛肉，也强调讲，只要符合联合国标准，就无食品安全的问题。有莱克多巴的米店明年元旦要进口，中央甲地方为食安自治条例插鼻线。台北市长黄体12早起出席行政议会，就这议题当面向苏贞昌提案，要求中央做甲源头管理，明白标示2个原则，提出修正残留容许量单位建立对属管理系统试点建议。很平顺啊，苏院长也说，那既然这个柯市长他是一个专业意见嘛，那就请卫福部跟农委会参酌嘛。郭文哲则讲会期沟通平顺，不过伫会后记者会，行政院发言人丁启明秀出图卡，指今年台北市牛肉节的冠军，用的就是有莱克多巴的米牛。那证明只要符合联合国的标准，安全就不会有问题。如果莱克多安有问题，我相信台北市也不会由副市长亲自去颁奖。哇，你的态度是安怎嘛？他1米100，你又不讲话。他如果要耍阴的，这个到一个程度，我们就翻脸了。关退报告市会闭巡，被问到这问题面色歹看，被点名牛肉店业者赶紧提出测试报告自称。丁启明也代表政府向业者回示咧。要凸显马政府自2012年以来，开放美国牛肉进口以后，国人使用美国牛肉、牛排都已经是日常生活，造成业者的困扰，我还是要深感抱歉。丁义明强调，业者无论使用倒一个牛肉，只要符合国家标准，拢是安全的。另外，高雄市议会伫国民党议员人数优势之下，113读通过食安自治条例，要求所伫高雄市所卖肉品3肉种零检出，加做全国第1例。一国多制恐怕在法令的施行以及法律的适用上会衍生争议，所以我们是希望说中央能够做法令的统一解释。陈其迈表示，希望由中央做出统一的解说。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苗栗公馆的山坡地甲后人的农地，拢去互民众检举讲有人乱倒输入废弃物。警方查到到地发现细粒的祖嫌，拢去甲人干涉废弃物处理业者的生理，甚至甲因强迫爱收处理费。警方也发现讲细粒的祖嫌，也就是通缉党的主委，目前甲10名嫌犯移送到桃园地检署侦办。过去挖出废土会当对干那山，警方采样确定苗栗县公馆乡的山坡地，互环保加抓非法倒输入废弃物。相片会当看到废柴、塑胶、泡棉，点啊加严重影响环境生态。刑事警察局接到证据，组成专案小组展开调查，发现细林祖嫌涉嫌插手各地废弃物清理业者的商业活动，伊的身份被起底是通缉党的主委。警方看时机会当11分几啊路将10名嫌犯逮捕。林姓犯嫌具有这个黑帮背景及特殊政党的身份那介入这个
各地的废弃物清运市场率众要求被害人收受废弃清理物如不愿配合即以暴行胁迫。警方表示，涉林主嫌自去年底进驻苗栗县桃园市一处工厂，除了清占乌头机，也个暴力胁迫业者，交每车1万至2万的处理费，依收需要废弃物，简单破除了后，再到苗栗县公馆乡山坡地，到后龙田农地去倒。警方掠送范围达到3200立方公尺。苗栗县环保局指出，7月接到民众定情，经过3摆探勘，报请警方处理。这些废塑胶类的物种，如果没有清除掉的话，那在土地上一定会对土地的利用，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警方表示，目前查出2处防非法乱倒只是小部分，林乡伫其他所在也有非法乱倒，将会继续追查。南美相关到案，警方以涉嫌强盗伤害毁损、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废弃物清理法定罪嫌，解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一个人开始伫炒房地产路，其中上界含的就是买厝主文单上界前，也就是咱俗称讲的红单。有专家表示讲，有当时也是内神通外鬼伫咧查介绍，政府也真恶查。这是我们的订单，那我们有5天的审阅期，那你有优先购买的权利。准备几万块短签预售厝买厝预约单，都有优先购买权，只要伫合约赏月期内底退订，也别有损失。资深房产代销业者表示，未少投资客都是利用这一点，买预售厝一困头扫了所有的房型，营造出买无厝热销的假象。有人问的时阵，个趁机会拿出红单、趁差价，连讲是买空卖空，低成本大获利。我只要花10万块去付定，然后取得这间房子的一个保留权，没有付到10%的一个签约金的情况下，我只花10万，我要去赚90万，这是一个买空卖空的行为。比如说30万的1坪的房子，我大概可以用33万卖出去。房产专家表示，预售厝红单其实就是建商稳准的行销模式，不止用差权买起，佫用差权出价。预售厝红单赏月期其实只有5天，无买意愿会退钱取消优先购买权，按过部分业者为炒房，会故意拖延时间，和投资客有时间布局。可能是建商所为，可能是投资客跟建商合作所为，或者是说你加入他们的投资群组，一起制造出一个投资热潮所制造出来的假象。建商卖给预约单，然后预约单再卖给第2个人、第3个人，然后最后签约房价就这样因此而跌上去。财政部进前讲要查红单甲预售厝交易逃走税，按过立委质询财政部长苏建成，批评财政部拍气球根本无咧查。红单是非法的交易的，是跟这类似股条一样，怎么可以存在呢？内政部他去查核，然后会资讯给我们。又在查吧？对，也有在查哈。我看你们是不太敢查啦，因为我们过去也曾经做过类似的。好。房产专家认为，内政部查红单、财政部查红单交易逃走税，其实就是咧作秀，因为查起来真不简单。只要建商投资客无申报，都袂有人知影红单转手现金赚偌济，加扣偌济税。所以应该按立即预售厝实价登记，特地显示见效，佮甲因降低预售厝炒房的几率。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有几大间电商平台趁着双11的时阵，甲册介绍拍真侪折。有一寡独立的出版社认为讲安尼做无合理，就决定要甲电商平台停止合作。也因为出版社认为讲市场若互电商平台拍歹，贪一时的销售量，日后也是爱家己吸收。双11折扣战也烧到白册通路，电商博客来限时6折折，某某购物网也对咧做，引起独立出版社碰瓷文化先宣布，要对某某thiết計异议登记，邀40间独立册店全联共同休困抗议，其中有好册店伫暗时办讲座，也请碰瓷文化说明为什么要对这电商下价老会战呢？这很吊诡啊！你去吃面，或者是你去买一个新的产品，比如说 iPhone， 你会说我去买 iPhone， 然后 iPhone 就打7、9折这样子。然后如果我没有喊卡的话，我可能会在越久越难去阻止这样的情况。环岛册6折折常态化，不只是碰瓷，补办文化第10日也宣布对咧做，并且声明强调，全部册会伫某某全面落价，袂用互册被贱卖。老二会救国出版社也向媒体声明，无支持某某单方面将册6折折，而且环岛产生定锚作用。盼讲电商未来是毋是将促销成本转互出版社吸收呢？
某某是回应活动毋是常态化，双十一结束了后，就会回归一般优惠。上早以7、9节起价博客来也表示，6节只有伫限时4点钟活动已经结束。他现在可以这样辩解，但是问题是我们所担心的，我们并不是只抗议这一次，我们着眼的就是未来。今年居然玩到书的头上来，我是觉得说这个有点太过，因为书并不是一般的商品。对电商平台回应，道理册店是唔加乐观，因为7、9节的下价竞争，长年以来已经互册商压力真大，都惊价效果跌落去，未来实体店面不只是无利润，还佫倒贴。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的靠环灾害应变会议伫11宣布讲，除了桃竹苗、台中以外呢，又搁在增加着嘉义、台南，也要实行深夜减少水压的措施。不过明年的早冬稻敢要停止引产到大，也拢还未决定。那农民困扰，连蚵仔业者也唔知要安怎准备。收切仔的车伫田内底开始要来收日期正做的切仔，早冬蚵仔需要用的切种，农民嘛要开始准备，只是因搁咧等。等考看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宣布，明年早冬是毋是要来停管？早宣布，阮切种就收较少啊。卖采种嘛是上款拢爱收转来。嘉义县蚵仔一季的栽培量大约有900多万张的蚵盘，如果早冬确定要来停管，蚵仔的数量就要来减少，到时阵嘛一定会影响到早冬切仔的收成。转来你也无水通迄落吼，无水通补吼，遐切种拢卖伫市面啊。卖市面就了钱啊！迄100斤拢了只200块左右。考看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伫11号的会议，决定嘉义甲台南地区11月18号开始，水情顶额改做减压供水的黄顶。台湾自来水公司地国区管理处表示，减压了后，会伫地势较悬或者是水压较细的所在，提供水车甲供水站。那目前嘉义县市的一个每天的用水量大概有30.5万吨哦，进入所谓的黄灯，水情就会转到黄灯，那就会做一些这个夜间减压的这个动作，那主要就是来做这个看看啦。因为可防的情况，虽然民生用水要来减压，但是农民更较烦恼明年早冬的切仔敢有法度来补。蚵仔12月初就要来准备啊，希望政府最后的决定会用赶紧出来，莫让因唔知影续来要安怎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根据预测，塑胶产品的生产甲使用，伫未来10年内也会成长40%。就国际 NGO 团体认为讲，干那做回收减量，也无法度解决塑胶本数走入去大海问题。目前国际上已经有一寡公司希望消费者重复使用包装甲管仔换盘。伫伦敦，家己若无炸杯仔，嘛是共款会当做环保。杯仔俱乐部团队甲咖啡厅的业者合作，推出重复使用的炸断去的咖啡杯仔，而且伫市区各地来设回收的桶仔，消费者啉了干那需要放断去，再有专门的人收断去洗。每一个杯仔估计会当使用132届，成功减少一届上杯仔的使用量。Ambition is to develop up a system for returnables that eliminates single use, and we wanted to start essentially in this space. Currently, we know that only 1% of the global cups that we manufacture are indeed recycled. 表示伫咧推动重复使用方式来减塑胶，个有美国的 Loop 企业，因甲业者合作推出更较有设计感，而且会当重复使用的包装，并将伫咧网络顶会当直接收到白铁做容器来代替塑胶管仔的产品，用了这个回收管仔，就甲过去大家电牛铃公司甲管仔收倒转去，重复使用的概念共款。As a consumer, please try to exercise responsible consumption, because if you buy a product that's not sustainable, guess what happens? Another non-sustainable product will come on the shelf tomorrow, and tomorrow, again and again. 联合和平昨日举办论坛，邀请各国业者甲团体分享要安怎发展包装容器重复使用的商业模式，而且认为讲，国内因为企业品牌重复使用的方式甲新兴物流系统的合作无够，低速存款组织的市场一直无法度扩大。记者综合报道。那个山里的茶臭掉，咁一定就破坏生态咧。林务局心灵林区管理处也讲，种树啊嘛爱错一寡茶，甲臭掉来替换。民众若尽量使用台湾出产的茶，唔但会当保护到台湾的生态，也当顾到咱的产业。这一丛搁一丛的茶树，拢是珍贵的木材来源。台湾有超过60%的地皮，拢是森林。
使用在地国产茶设计制作的家具用品，唔那适应在地天时。其实嘛是对台湾森林生态保护的支持。对于林木的这一块产业，它必须要有其开发，但是大家对于林木这个印象，大家还是停留在30年前，也就是伐木就是在破坏生态的概念。其实时空背景的一个转换之下，这个观念我们需要去改变。在台湾，运用我们自己国家生产的木材，那运用在我们自己生活的周遭，让我们的国人能够体会到我们国产木材其实它有非常非常多元的生态功能之外，还有多元利用的一个这个方式。林务局提醒民众，国产木材辨识标章就是台湾木材身份证。国产木材减少化学药剂，丰富加工，使用起来通好更加安心。对于我们国产的所谓的森林经营产业上面的一个链接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也呼吁我们的民众在市场上面，如果要去购买相关的这个木材的林产品的话，要认明台湾木材标章。台湾也有能力自产自销我们自己的木材，所以森林被利用这件事情可以更健康，而且可以成为绿色经济循环的一部分。林务局即阵当喺新德市将军村举办国产木材展览，除了家具甲日用品，现场阁有即座细型的烘拿，民众会当举机啊来体验制茶到底有偌辛苦。记者周君豪新竹报道。屏东科技大学看到市场的趋势，设一个机器人工程师的课场，加做全国头一间通过机器人工程师技术课场认证的国立学校。学生唔敢放松精神，斟酌操作机器手巧。受高龄化、惊洗少影响，台湾人力真少缺。为了解决欠卡手的问题，市场当中传统机械整合电子技术的需求是愈来愈重。屏东科技大学就认为，机器手巧代替人工真做未来的趋势。所以学校针对机器手巧，唔但加强学生编写程式、操作机器的能力，佮建立机器人工程师的技术考试场，就是无要去做完善的教育场所，让学生会当实务操作、考照清白，提升多元的能力。我们一方面就是为了增加学生的就业率，那一方面的话呢，其实也是提升我们学校跨域这方面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业机器人不是只是适合工学院的学生。包括农学院、兽医学院、管理学院的学生都可以来修这门课。学校表示，机器人工程师的技术考试场拢总建置6台机器手巧，配合种种无同款的设备来应用。也学生拄开始操作，因为较无熟手，机器手巧才袂卡到其他的设备来损害机器。所以学校专工设计一套辅助教具，协助学生熟悉机器、练习操作的技巧，互因会当安心学习，免去惊期待会因为家己使用不当来歹去。那他考试的时候，那个题目是他是用抽的，抽的，所以你变成你的程式要会有做高度的堆叠的这个计算，所以变成这个就是模拟工厂里面机器手边用最多的，就是起料、加工、再放料。学校应变市场的趋势，建立工业机器人的实验室，教学结合无同款的领域。实验室佮通过台湾智慧自动化与机器人协会认证，正做技术考试合格考场。学校希望利用这项优势，协助学生未来进入职场，有更加完善的能力，和人比拼。记者综合报道。南投信义乡伫顶个月推出走音节，其中阿尾的传统祭典就是本日的野猪比赛。这项祭典已经停办几多年，在今年再度恢复举办，唔但趣味，也考验本日勇士的体力甲智慧。5、6个查甫人甲山猪围起来，刷落来爱想办法，用绳啊甲猪仔的四支脚绑起来，做伙跟猪伫运动场走一轮。这个时阵，大家已经走甲皮皮喘啦。丰美村以及丰丘村加油！跑步上山，然后去拿弓箭射猎物。那我们现在就替代为猪。那射完之后，那我们又再把山猪扛回来。观众们都很热情。那今天一天下来场面一直都热烈不断然后有些我们的机关团体也参与了一些某些部分活动，真的是永生难忘。不论拍蜡掠猪的传统，考验勇士的体力甲智慧，经过改良，游玩真趣味。唔但原住民部落组队，
这摆包括新木川毛派人参加体验。我们没有分什么汉人原住民，我们没有分，其实我们早就融合了。其实参与这个手类抓猪的这个活动其实非常的有趣也是表现团队合作的一个部分不论传统的杜曼纳努，也就是掠猪比赛，进前有互人批评，不过即马改良变做较趣味的过关比赛，嘛保存原来的拍蜡文化，会当互不论继续甲杜曼纳努的精神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云林的土库国小甲在地农民合作，叫农民甲牛牵到学校，互学生了解牛伫农业当中有偌尔重要。那有牛出现伫校园内底，原来这节课的老师就是这只牛。云林土库国小特别请在地的农民，甲遗弃的牛带来学校，互学生囡仔更较认捌牛。土库镇它是早期是一个牛墟的买卖的交易所，但是他们这一代的孩子都不知道，我们就是把牛引进到学校里面，跟小朋友来做互动。过去的农业时代，常常拢通看到人牵牛来做事，不过伫即马是真罕得看。这节课互学生囡仔知影，牛伫台湾传统的农业社会是遮尔重要。透过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小朋友能够很接近牛，让他知道牛其实在我们台湾，早期的农村文化里面，是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哦。那我希望借由这个今天的课程哦，我觉得可以凸显几个意义啊。第一个是它是一个体验的教育哦，第二个意义就是生命的一个教育哦。进来教学很好，就是可以让我们体验一下一些跟牛互动的一些感觉，然后也让我们知道一些关于牛的知识。这堂课真的是获益匪浅。和牛做伙上课是一个真趣味的经验，体验教育和生命教育嘛，伫这节课展现出来。相信经过这个课程，学生囡仔对牛，佮有家己的土地也更加熟悉。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的国中国中，有一位吴志宏老师，对这学期开始用台语来教国中3年的地球科学。吴老师调查家长甲学生的意见了后，大家拢无人反对。老师自安尼开始就用台语教地球的知识。7000万年前，菲律宾海迄个板地开始接触到欧亚板地。国中国中3年10班的学生，对这学期开始，拢是听台语上地球科学课。这是因老师吴志宏的实验。我一节课会切2段，头一段我差不多用9成的台语来讲，后半段我用华语来做一个重点的整理。做老师30人，吴老师讲，伊自细汉厝内就讲台语，毋过用台语上课，伊嘛是第一摆。地球科学是有足侪专用名词，伊查资料备课的时间爱比以前加10倍。毋过上大的难关其实是惊家长、学生会反对。有甲导师甲任教的班级的家长甲学生，拢有甲因安尼亲自说明，甲有写问卷，甲同意书，很难得是家长没有一个反对。互吴老师更加感动的是，学生拢嘛真主动，台语听甲无的学生会坐起听有的同学边啊，同学拢会斗相共解说翻译。是会有一些地方听不懂，我其实不是完全听不懂，还是可以听懂一些。然后听不懂的地方，我就拿课本出来看一下。本身出来就讲台语啊，所以上课讲台语，所以嘛，伊拢赞成。蛮新奇的吧，因为这就是上国中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机会能学到台语。吴志宏老师因为爱耍乐器，嘛捌伫音乐课用台语教乐琴，互其他老师观课学习。今年伊申请台语浸水式教学计划，佮专工找一班无用台语上课，试验看卖2种教学方式。加在第一摆月课了后，学生的成绩无受到影响。我要说服社会啊家长吼，就是讲恁的囡仔
不但袂因为安尼吼地球科学学无好，而且恁阁会当加学一种语言，啊，这种语言以后对出社会，对伊做有帮助。吴志宏讲，伊毋是要爱学生去记课本台语的名词安怎讲，是希望因惯势听台语，听久就会晓讲，嘛希望互其他的老师参考，未来会当有愈来愈侪老师用台语上课。记者陈家军来为做高雄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气象。北部地区对20度到24度。中部地区对21度到25度，南部地区对22度到27度，东部地区对20度到26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8度到24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AM新闻》，我是嘉豪，马上跟你时间，咱再会。